Hello，大家好。在这个马来西亚，现在的疫情都很严峻，大家都躲在家里，不知道做什么，想赚多余的钱的朋友，可以看下以下的视频。这是本人已经玩了多天，而且已经得到的PayPal的钱了。现在我来介绍给大家，如果有兴趣玩的，可以看完这个视频后按 Like、Subscribe、分享。然后，如果想玩的朋友可以在留言板下，我会放下我的邀请码，就是 link 给你们下载去玩，谢谢。以下我介绍这款 game 是很容易玩的，你只需要下载这个 app 了，然后你打开了，然后里面有很多游戏给你们去下载，你们下载了过后，在那个 My Future 那边下载了游戏过后，就去买 app 那边，然后就可以玩游戏。然后你玩游戏的时候，如果是没有游戏币的，你不要关掉它，你继续放在那边，它是算时间的。到了时间过后，它自然就会有分数给你。然后你如果是到了时间，你要知道它还有多少时间才到，你就回去你的那个 Cash App 那边，然后按 Future， 然后再按回 My App 那边，它会显示出来你还有多少时间，你就可以拿到那个分数。分数够了，你就去 Payout 那边提取你的 PayPal 的钱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这个 App 它过后，它是要你验证，如果你要Payout的时候，它要验证是要用人脸的，就必须要你是必须要拍照人脸，是没有欺骗的，可以放心去，因为我已经多次提款了，谢谢。 Selamat Hari Raya ku ucapkan pada semua susun 10 jari ku minta maaf zahir dan batin Kecoh Raya. Kecoh Raya.